段熱烈嘅青春，一段年少輕狂嘅歲月。快樂！我係69年畢業校友周若谷。初嗰個返學嘅話咧，係冇正式校舍㗎，係借用我哋學校而家現址隔離嗰個修女嗰個地方咧，嗰個地方去上堂㗎。我哋嗰陣時都好曳嘅，即係咁講啦。咁就尤其是當時仲有3位創校修士喺度嘅。8月晚風輕輕吹過，多恬靜。脱下那些金色的碎片，黃葉灑滿天，歲月每刻各自在流轉，途中所見一早已藏了伏線。我以前咧就翻學嘅時候就踩單車翻學嘅，咁入到去校門咧，嗰個校監應該係 Brother Hubert， 咁佢見我咁早考完，韌韌腳喺度。咁佢一攞份試卷講 too many mistakes。陳顯彤老師佢係教國文同埋中國歷史嘅，經常大熱天咧都要攬住個圍巾嘅，所以我哋俾個花名叫做姐姐陳。咁我教數嘅，呢啲都係我學生。想多謝翻當年收我嘅古永康校長。班長係兩歲同10歲，即係呢班學生都好威威嘅。講俾你都唔信。我仲好記得當日第一次喺校園電視台度開直播嘅時候咧，唔係好識望鏡頭啊。咁點解我選擇教數學咧？因為有當年曾善如老師咧，佢係好努力咁樣係去指導我嘅數學啦。小學嘅時候就喺隔離河東學校讀啦。啱啱開始小學第一次見到喇沙嘅時候，門口仲係藍色嘅。請記得誰有停留過，請記得曾有一份愛存在，請記得留住感覺，過渡在人海，我記得似曾盛放。大家好，我係盧國輝，係新界喇沙中學1986年嘅畢業生，96年翻嚟學校任教。去到今日為止咧，已經係30年嘅工作啦。學校今年60週年嘅校慶嘅主題係愛成全。真正嘅物件，我經常會睇嘅咧，就係一啲照片啦。而家你喺校園裏邊咧，都會睇到一啲嘅照片。咁嗰啲都係幾十年前嘅照片嚟嘅。咁對於我嚟講，都一個非常之美好嘅回憶。10年樹木，8年樹人。希望大家睇咗呢棵樹嘅成長，就會遇到咧我哋學校嘅學生同埋整個學校咧，都會一路咁樣成長，越嚟越茂盛。因為我哋中國人咧，60年就為之一個甲子，而母校咧，今年咧係踏入第60週年咧，係一個好值得紀念嘅日子。我又出席咗40週年、50週年、60週年，我梗係希望有命出席埋70週年啦。祝學校薪火相傳，再創輝煌。新界喇沙中學60歲嘅生日，我祝願呢間學校繼續發展，英梅桃李，秉承香港喇沙修士會嘅辦學精神，繼續佢嘅使命，教育學生，觸動佢嘅心靈。
由呢度嘅 graduate 成為一個 guest honor，你係懷咗一個咩嘅心情？我係懷住感恩嘅心情，即係非常之感恩。我講幾個字就係感謝喇沙教我少年時。如果唔係喇沙當年俾我哋教育咧，我哋係冇咁。我哋一定會咧係邁進咧更遠嘅地方，所以咧冇話可以去到70、80或者更加耐嘅地方嘅。呢個亦都係我心願。請記得誰和誰掠過，請記得還有一份愛，不怕什麼，請記得留住感覺，過渡在人海，我感激曇花盛放，那記憶最後還是我。